世間最抵笑嘅事，莫過於人人都想養生，卻個個都識錯咗養生。有人日日煲滋補湯，食養生丸，飲祛濕茶，講究得無微不至。有人瘋狂做運動，戒口戒甜戒油，自律到極致。但係點解依然氣色差，容易攰，睡唔好，周身小毛病不斷？我講過好多次，養生從來唔係補漏洞，而係唔好整壞自己。絕大部分人嘅身體虛弱、氣血不順、心神不寧，根本唔係先天不足，而係後日生活習慣亂晒，情志耗損太多。真正嘅養生大道，從來唔隱藏於名貴藥材同複雜功法，只藏於順天、順心、順心三個簡單道理。放下執念，停止折騰，回歸平淡，就已經贏過90%盲目養生嘅人。現代人最大嘅養生問題，從來都唔係營養不足、保養不夠，而係過度折騰自己。日頭為生活奔波，心神長期處於緊張躁動嘅狀態，夜晚又不願意休息，捱夜刷手機，諗煩心事，糾結得失成敗，日復一日，將自己嘅元氣慢慢耗盡。好多人誤以為養生就係補，體虛就食補藥，氣滯就飲藥茶，疲勞就靠保健品撐住，卻唔知道萬病之源皆係耗損。身體嘅元氣猶如家中嘅燈火，長期風吹雨打，頻頻搖曳，就算不斷添油，終究都會有熄滅之日。與其不斷補益，不如先停止消耗，這才是養生最根本嘅道理。我常說，養生先養心，心靜則身安。易經講求趨吉避凶，從來都唔係依賴運氣、迷信偏方，而係守住一顆平和從容之心。人世間所有嘅煩惱、焦慮、執着，都會化作無形嘅氣滯，鬱結於五臟六腑之中。心亂則氣亂，氣亂則血滯，氣血不暢，百病自然滋生。好多人體檢冇大問題，卻成日覺得頭暈乏力、胸悶氣短、睡眠不穩、胃口不佳。究其根本，並非軀體有疾，而係心神受困。過度攀比、過度憂慮、過度執着，令心神時時不得安寧，日積月累，就會拖垮整個身體嘅機能。粵語有句老話：心寬體胖，心窄身寒。呢句淺白俗語藏住最真實嘅養生智慧。真正嘅心寬，並非麻木無知、放任自流，而係遇事不鑽牛角，得失不掛心頭，做人做事守正持重，不貪過多，不求極致，不怨過往，順應世事變化，接納人生所有起伏。順境之時不驕不躁，穩步前行；逆境之時不怨不餒，沉心蓄力。心靈平易通透，體內氣機自然順暢，五臟得以平和運作。呢種由內而外嘅滋養，遠勝一切名貴補品。講完養心，再講養生。身體嘅調養，從來都離不開順時意志。天地萬物皆有節律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呢係宇宙萬物嘅自然法則。人體作為天地一部分，自然不能例外。而家好多人嘅生活完全背逆天道，白日懶惰倦怠，精神萎靡，夜晚思緒活躍，不願入眠，日夜顛倒，作息混亂，長期違反時序。就算日日食補，日日運動，都只會徒勞無功。一日12時辰，對應人體12經絡，每個時段都有專屬嘅養生節奏。晨早旭日初升，陽氣升發，此時最適合起身活動，舒展筋骨，吐故納新，令體內陽氣得以暢通升騰，為一日嘅氣血運行打底。千祈唔好長期賴床貪睡，過度臥床會令陽氣鬱滯，氣血運行遲緩，日頭自然昏沉乏力，無精打采。到了午時，
陽氣最盛，陰氣初生。呢個時候無論幾忙碌，都要抽20分鐘小憩片刻。午間小憩係養陰補氣嘅關鍵，能夠緩解上午嘅勞累，調和陰陽氣機，令下午精神充沛，亦都能減少心火亢盛帶來嘅煩躁不適。而夜晚係萬物收斂、陰氣主事之時，最忌熬夜耗神。入夜之後，人體陽氣潛藏，五臟進入修復休養狀態，長期捱夜會直接耗損肝血，傷及腎氣，擾亂心神。肝主排毒藏血，夜晚11點至凌晨3點係肝臟修復嘅黃金時段。長期熬夜，肝血不足，排毒失調，面色自然蠟黃暗沉，長斑長痘，情緒亦容易暴躁多慮。腎為先天之本，熬夜耗傷腎精，會令人腰膝酸軟、記憶衰退、體質虛弱，日復一日，亞健康狀態纏身，各種小病小痛接踵而來。所謂藥補不如食補，食補不如睡補，一覺安穩係世間最平價、最有效嘅養生良方。飲食養生同樣講求平易簡單、順應時令，千祈唔好過度講究、過度節制。現代人飲食養生走入兩個極端，一係暴飲暴食，試食重口，頓頓大魚大肉，辛辣煎炸，冰涼生冷，加重脾胃負擔；二係過度節食，盲目戒口，呢樣唔食，嗰樣唔碰，令身體營養不足，氣血生化無源。我一直主張飲食養生貴在清淡適度，時令新鮮。脾胃係後天之本，氣血生化之源。脾胃健運，百病不侵；脾胃虧虛，萬病叢生。嶺南地處濕熱之地，常年潮濕鬱熱，本地人最易積濕生熱，脾胃困滯，所以我哋嘅飲食最忌肥膩、厚重、生冷、寒涼。好多人中意日日飲冷飲，食冰品，嘆生冷海鮮，一時覺得暢快，卻不知寒濕之氣會慢慢侵入脾胃，損傷脾胃陽氣。脾胃陽氣不足，水濕無法正常代謝，就會積聚體內，令人身重困倦，腹脹消化不良，大便黏膩，面色油膩，體質越養越濕，越養越虛。日常飲食多吃當時當地嘅新鮮蔬果，五穀雜糧，少碰煎炸辛辣、冰涼生冷、過度加工嘅食物。三餐定時定量，不飢不飽，細嚼慢咽，就係最好嘅脾胃調養之法。好多人成日問我，需唔需要長期飲養生茶、食養生膏、進補名貴藥材？我嘅答案永遠係：身體無虛損，無需刻意進補；身體有不適，先調作息飲食，而非依賴補品。補品之所以有人食咗有效，有人食咗反效果，皆因體質不同、時機不同。體質燥熱之人亂食人參、鹿茸等溫補食材，只會加重內熱，引發上火、失眠、口乾口苦。體質虛寒之人長期飲清涼祛濕茶，只會愈飲愈寒，損傷元氣。養生從來都冇萬能配方，適合自己體質、契合自身節奏先係最重要。與其盲目追捧昂貴養生品，不如守住粗茶淡飯、三餐規律嘅簡單日常。談到運動養生，我亦都主張平易適度，反對劇度透支。現代人要麼終日久坐不動，懶於活動，氣血瘀滯，經絡不通；要麼一聽養生就瘋狂運動，日日高強度健身，長距離跑步，透支體力，耗傷元氣。其實適度嘅運動目的在於疏通經絡、暢通氣血、舒展筋骨，而非追求大汗淋漓、極限突破。久坐傷氣，久動傷精，過與不及，皆係養生大忌。對於普通人而言，最佳嘅運動從來都唔係健身房嘅高強度訓練，而係日常嘅輕量活動。
晨起緩步散步，閒時舒展肢體，飯後慢走消食，閒暇之餘打下太極，練下柔軟筋骨，動靜結合，勞逸均衡，令氣血緩緩流動，經絡暢通無阻，就足以達到養生效果。運動貴在堅持，貴在溫和，日日小動勝過一日猛動。長期溫和運動能夠調和氣機，強健體質，舒緩壓力，令身心時時處於舒展放鬆嘅狀態。而劇烈運動只會一時爽快，過後元氣大傷，身心疲累，反而違背養生初衷。除咗作息、飲食、運動，情緒調節亦係養生核心，甚至可以話係重中之重。人生在世，難免有挫折紛擾，得失起伏。有人遇事耿耿於懷，長期鬱結於心；有人心態豁達，事過即忘。兩者嘅身體狀態日積月累就會天差地別。中醫講，怒傷肝，喜傷心，思傷脾，憂傷肺，恐傷腎。七情過度，皆會損傷五臟。過度易怒，肝氣鬱結，肝火旺盛，容易誘發頭痛、胸悶、月經不調。過度思慮，脾胃氣滯，運化失調，會令人食慾不振，身形消瘦。過度憂恐，腎氣虧虛，心神不寧，會導致失眠多夢，心慌氣短。所以養生最高嘅境界係養一顆平常心、平易心、自在心。面對世事紛擾，學會看淡放下；面對人際紛爭，學會包容寬恕；面對生活壓力，學會自我疏解。唔好為未來過度憂慮，唔好為過去執着悔恨。活在當下，珍惜眼前，順應境遇變化，接納所有不完美。心氣順暢，則五臟安和，氣血平和，體內陰陽平衡，自然少病少痛，精神飽滿。呢種由心而養、由內而和嘅狀態，係任何藥物、補品、運動都無法替代嘅。好多人將養生想得太複雜，覺得養生必須專注研究，必須刻意堅持，必須花費大量時間金錢。其實真正嘅易活養生就係融入日常點滴嘅生活方式。晨起順時升陽，夜間按時安眠，三餐飲食清淡適度，順應時令，閒時輕動舒筋，靜時養心斂神，遇事心平氣和，不躁不郁。呢啲簡簡單單嘅小習慣，日復一日累積，就會成為最強嘅養生功底。我活於世數十載，見過無數人追逐各種養生捷徑，迷信偏方，追捧潮流，盲目進補，最後往往徒勞無功，甚至損傷身體。反而係那些心態平和、生活規律、隨順自然嘅普通人，往往體質康健，精神充足，延年益壽。養生從來都冇捷徑，亦都冇神效偏方，唯一嘅真理就係守正持中，平易順天，不逆天而行，不刻意折騰，不自我內耗，順應天地節律，順應身體本能，順應內心平和，就係最高級嘅養生。時下社會節奏急速，人人身心浮躁，好多人忘記咗養生嘅初心，只追求快速見效，速成養生，卻忽略咗身心最真實嘅需求。我想話俾大家知，養生唔係一場突擊比賽，而係一場漫長嘅修行，唔係一時嘅刻意堅持，而係一世嘅生活常態。不必追求完美，不必苛求極致，不必盲目跟風，只需守住簡單，守住平和，守住自然。心平易則身安穩，行有道則壽綿長。日日順時養，時時用心守，不耗元氣，不擾心神，不傷脾胃。平凡日常之中，自能養出健康體質、從容狀態。這便是我數十年來堅持嘅易活養生之道，亦是最適合現代人嘅長久養生智慧。